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10月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这几天积极推动着生技绿能产业，同时也媒合着业者甲买主，也要展示着咱台湾的产业实力。这几天拢是由着经发局来举办着国际生技绿能展，今年迈入第8档，5岁下午盛大来开幕。这届用着5大展区超过160间的厂商，430个单位共同来参展。即马就互咱做伙来看卖。台南这几天积极推动着绿能产业发展，同时也举办着国际生技绿能展，邀请着国内国外优秀的厂商到场来展示。除了定定会当看到的太阳能板以外，嘛有业者展示了家己的隔热纸、甲电子商品会使用的 OLED。这届的展览分做5大区，有430个单位参与。这届占地上界大的就是第2期能源国家型科技计划办公室，因展示了地热发电、风力发电等等侪研究，这也是因第一届对外的新高点。请用剪。恭喜2018台南国际生技绿能展。是这次有160家的厂商，超过430个摊位的一个展出哈。那另外这次也是结合国家的，包括我们沙仑绿能科学城的推动办公室，还有行政院这个绿能科技的这个第2期计划共同的来整合性的一个展出。那另外，我们这次也邀请包括美国、荷兰等7个国家一起来这边做相关的他们的科技的实力的展示，那让我们跟国际的脉动可以更加能够密切的接轨。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展示能够让台南在地的厂商跟国际的厂商、国际的潮流，我们能够互相的来观摩、互相来切磋，那有所的一个成长。相信在中央与地方的齐心努力，台湾生技产业的未来一定有无穷的发展机会。民间的活力是驱动产业发展最为核心的因素。有了产业界的积极参与，才能扩大创新的能量，才能让台湾的经济转型，迈向生技绿能的大国。我期许大家一起为永续及繁荣的新经济共同打拼。展览期间将会办理市场研讨会，探讨着太阳能政策宣导等绿能相关的议题。台南市经济发展局也表示，未来会持续来推动绿能产业，让台南的产业展现出特殊的风貌。同时，现场也有消费满意地当抽奖的活动。也因为这届展览只有3天的时间，主办单位呼吁民众要把握时间进场来去看卖。台南新闻广播采访报道。新大学生会甲台南社区大学将要伫咧10月27号举办市长候选人市政辩论。伫咧6位候选人当中，已经有5位来答应。上午市长候选人柯中信嘛公开呼吁，希望唯一一个还未答应要参加的黄伟霆一定要参加，唔通互辩论会减一个人。台南市长候选人柯中信上午透过公开记者会。伊指出，伫咧台南新大学生会甲社区大学的邀请，10月27市长候选人选举辩论当中，6位候选人唯一还未答应的黄伟霆，千万唔通亲像台北柯文哲同款，因为无要参加互辩论来夭折。台南市呢由新大学生会交台南社区大学呢来主办着10月27这个市政的辩论会啦。到今6个候选人内底。敢若黄伟哲无要答应咧这点我感觉讲柯文哲、黄伟哲，互咱的辩论煞夭折，这安尼才会使。这市政就爱辩论嘛，你的市政到底有符合着市民的这个需求没有？这就愈辩愈明嘛。
所以咱绝对袂当互柯文哲、黄伟哲互咱的辩论会夭折，安尼咱的市情就无机会。所以我伫遮呢吼，呼吁台北市长郭文铁，你爱接受到人教的学生会呢吼，所邀请的双城论坛去进行辩论。小翔呢，咱嘛来督促到黄伟铁，民进党市长候选人呢，来参与这场由城大学生会甲台南社区大会学会的这个大学呢所办的辩论会。柯中信认为，学生会甲社区大学是上公正的，难得少年人关心政治议题，候选人袂用来泼冷水，而且透过辩论用个愈辩愈明，万个深化校园的民主典范。对此，黄伟铁竞选发言人蔡永全回应，因为有侪间的媒体甲社团拢有提出辩论的邀请，而且所有邀请目前拢还阁伫咧制作当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第一日前，由行政院长赖清德宣布，将要开始建设先进运输系统过后，也是有侪市民朋友对这无了解。为着要帮助市民会当了解台南将要成立的捷运系统，市员候选人陈宗明日前就推出了捷运造型的包装水过后，伫个5号上午，佮邀着市长候选人黄伟哲陪同，共同佮开全新的捷运造型宣传车，希望透过这台车主动来宣导着捷运的系统。2、3，节目。好，我们这个造型车呢，就是这台捷运造型的宣传车是由永康区的议员候选人陈宗明所推出的。日前，台南宣布未来要建设捷运系统，但陈宗明看到市民也是无了解，所以透过进前的捷运造型税，加即马这台宣传车，希望利用这台车主动来向市民朋友介绍台南未来规划。蓝线、绿线跟红线，第一条线要做出蓝线，跟我们永康是息息相关。从沙仑站到大同路，到平石营区，一直到大桥，整个线可以连接到以后的所谓的北线。那讲北线洋行这边要开始脱胎换骨。那就有这个来做一个宣示动作以外，我刚刚强调主动出击，那一个政策面好的政策，如果你没有宣达好，大家会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像有一些执政的包袱就是这样产生的，因为误会而不了解。那因为了解而支持，那所以借由这个捷运概念车的方式穿梭在大街小巷，主动出击，让我们的市民同胞第一宣示，知道说我们即将台南市进入轨道运输的时代。会后也由陈宗明开车带着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到附近的自助餐，向民众一一来发送着捷运造型的水。其实今天来参加我们周明议员的这个捷运概念车的这个揭幕心里很开心。那后来又来发送这个捷运造型水，很多市民的反应都很正面、很热烈。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台南象征进步的象征，我们一定要把持住。这个对于交通运输的改善，捷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之一。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乐观其成，而且全力支持。那将来对于台南市的捷运，我们也会配合中央的脚步，全力来大步向前，希望让市民早一天能够有一个进步城市概念的一个大众运输工具可以使用。陈宗明强调，伊若当选的议员绝对会认真监督市政，也希望市民朋友多加支持。未来伫咧路顶看到这台特别的宣传车，慢慢袂去你甲伊拍招呼。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员李文静的后生李启伟，这礼拜六就要成立着竞选总部，当天会有基督教的诗歌赞美仪式，为到现场参加的支持者来祈福。到你这届安平区南区市员选举的李启伟，10月6号将伫咧安平路514号成立竞选总部，当天会有行火上团的仪式，为老爸市长接下圣火，代表传承的意义。同时，伊嘛表示会继续老爸独立建国以及为民发射理念，继续服务台南的乡亲。长久以来这爸爸对着台湾主权有相当的一个拍拼，个地方上服务等等各方面启伟这几冬来伫个身躯边有安尼拢清楚了解真济嘛学习袂少。明仔载
这总部一个成立大会吼，阮啊先恳来邀请欢迎大家吼，会当做伙来共同斗热烈吼，来甲客户加油鼓励。啊，明仔载阮的总部吼，啊阮啊爸爸吼，用着吼这迄个盛会啦吼，这迄个盛会盛会吼，啊阮啊来传互客户吼，啊就代表吼安尼相传吼，啊就像阮这啥吼。这独立建国吼，薪火相传吼，啊一帮吼，煞接过一帮吼，一个意思。明仔载嘛，要正式吼，甲这个香吼，这个薪火啊，要传承吼，这个客位吼，这咱一帮接一帮，台湾有5万，一代接一代，台湾有未来吼，咱少年囡仔吼，咱来为咱的国家、为咱的社会担起责任。啊，为咱的乡土来拍拼。李克为竞选总部将伫咧即个拜六下晡3点登场，同工嘛有邀请基督教的团体来到现场演唱诗歌，为参与者祈福，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支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2018毛豆小姐先生选拔活动又来喽！欢迎年满16岁以上既有毛豆产业尝试者，于10月18日前报名参加。报名请上新市区农会官网或拨打报名专线0658998888。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推动分级医疗落实双向转诊，台南市立病院上午成立着市医好斗阵转诊联盟。目前已经甲700多间基层的诊所进行着实际双向转诊合作，预计伫咧今年年底，基层联盟的诊所将会突破上千间以上。伫健保署长李博章、台南市医师工会甲基层诊所以及市立病院医护人员的见证下，台南市立病院上午正式成立市医好斗阵转诊联盟，配合健保署推动的分级医疗，并且落实双向的转诊。对今年7月开始，透过健保医疗的资讯分段查询系统以及电子转诊的平台，台南市立病院每个月转到基层的诊所，病人大约有200人，而且医疗影像的上传率更加高达100%，不但排名台南区域病院头1名，而且还得到署长的肯定。我想这个分级医疗在目前来讲，我们看到台南市立医院做得非常好哈。那我们一直也期待说，厝边好医师，社区好病院哈。那我们民众就医的时候，当然对每一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小病不小病的，自己生命都大病哈。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市立医院在这一部分中做得很好，它可以跟我们的基层的那个诊所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然后也就主动，就是说病人假如说一些比较单纯的毛病的话，可以先给我们的家庭医疗群先照顾。而且真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们也释出了1个月有3000个那个位置哈的那个看病的那个机会给我们的民众哈。那我想这样未来的话，我们台湾的医疗生态会慢慢一直越来越改变哈。因为毕竟哈这个医疗的那个就是说过去来讲，我们医学中心或是区医院市场涌塞哈，对民众来讲未必是好啦。那我们就是以这个分级医疗的概念来改变台湾医疗生态。这个分级医疗是一个足重要的政策哈。啊，咱市立病院不落人后啦，我想咱的做法就是讲，除了伫医生方面互相转诊的能力以外，咱市立病院即摆嘛用行政的办法来介入这个转诊吼，希望将这个转诊这个量改做起来以外，
品质有哪会甲做好吼。所以市长也真关心吼，咱这个是一个咱最重要的迄个国民健康政策吼。希望讲以后伫咱这个政策之下吼，小病就在小医院看啦哈，小诊所诊所可以把基层的民众照顾好，咱病院就来和迄个基层的医疗充分合作必需要的时阵，甲转过来病院来甲咱照顾吼。希望讲这个品质吼，除了量以外，这个品质会当愈做愈好安尼。上午的新闻发表不但有基层诊所的分享，另外嘛有患者到场现身讲法。目前甲市立病院签署的基层联名，总共有728间诊所。预计年底进前，基层医疗联名将突破1000间以上。健保署呼吁大病看大病院，小病到诊所，落实分级的医疗，才会得到好的医疗品质甲服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要持续活化台南的文创产业，文化局今年持续来办理着2018第8届台南市10大创意商品的精选比赛。今年都评选出19项的创意商品。代理市长李梦燕也亲自到场，亲自颁奖，并鼓励参与的创作者要继续发挥创意，让台南的文创产业会当迈向国际来发展。2018台南市10大创意商品今年评选的结果出炉，得到优胜或者是佳作的作品，拢有伊无同款的特色。有的互人一看就知影伊所代表的意义甲功能性；有的采用着宗教的形象来呈现，嘛有复古风格作品，会当讲每一件拢有无同款的特色，并且兼顾着实用性。互来台南佚佗的观光客会当透过一寡创意商品，大大体验着台南这个古都的文化创意。在全世界很多历史名城当中，只要你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厚的这些城市，它的文创力绝对是非常非常之强。不管是巴黎，不管是伦敦，不管是京都等等。那我想台南这个城市也是如此。过去大家想到美食就会跟台南连结在一起，想到古迹就会跟台南连结在一起。但是现在，讲到文创，大家就会什么？就会跟台南连结在一起。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台南市政府的功劳，是在座所有每一位文创工作者、设计师这几年来，大家为这个城市所注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跟文创力，所以让台南这个城市跟文化创意产业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也亲自到场，一一来颁奖，并且鼓励这寡创作者未来爱持续来发挥着创意，让台南的文创力量就亲像万花筒同款，遐尼丰富多元。那我想这一次我们办这个10大文创商品，也是文化局合并以来那么推动的，我觉得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成果。那我想未来我们还要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更多有创意、有设计想法而且有才华的这个业者或是年轻人能够被发现那么所以我想也要麻烦文化局要除了当文化局以外也要负责经发局的产发局的角色，就是怎么样扶持我们台南的文创产业怎么样让比如说咱今嘛有包括南赛图等等的这些聚落就文化局应该向科技部开创科学园区，让科技业者能够进来。那我们也设法，我们有一个文创园区那让我们的文创业者能够有一个平台被看见，他的业务可以来被推广当时现场也启动了巨型的万花筒，象征着产、官、学这3方面因互相来合作，会当让台南的文创产业更加进步，迈向全世界。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第11届南宁国际民俗艺术节将要伫咧10月6号正式登场，来自全世界16个国家、22组的艺文团队已经陆陆续续来到台湾。为着要迎接这寡国际朋友，台南市政府特别伫咧大义励志酒店举办盛大的欢迎会，让艺术团队会当感受到台南的热情。2年一度的南宁国际民
俗艺术节对1996年办理至今，已经有22档的历史，得到国内国外侪侪好评。这届艺术节的演出阵容也相当的庞大，包括着全世界16个国家22组的艺术队伍来参加。主办单位为着要欢迎国际团队的来到，特别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会，并赠送充满祝福的竞赛面具，要予这寡国际表演团队。那今年总共有来自全世界16个国家，22个的团队，包括我们台湾总共是17个国家，33个团队。那会从10月6号开始，一直到10月14号，总共为期9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庆典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欢迎所有爱好传统民俗艺术活动的朋友们，大家共同来参与。那么我们10月6号下午4点就会在新营有一个盛大的踩街的活动，所有的团队都会一起参加。那接着就是晚上7点半的正式的一个开幕活动。那么我们每届的开幕活动，其实大家都非常用心的规划，希望让大家有一个难忘的开幕的一个盛宴。所以南影国际民俗艺术节已经是台南市市民大家共同办理的一个庆典活动，所有的友谊家庭、接待家庭，那我想都会在这一次活动当中热情的接待来自于全世界16个国家、22个团队。那我想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务必共同来参与。我们总共会巡回21个区来进行下乡的一个演出，所以总共有达到将近34场的演出，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文化局也表示，6号下午将会安排国际团队伫咧新营市区来进行采街，暗时也会伫咧南营绿都新举办着隆重的开幕晚会，为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揭开序幕。呼吁着市民朋友千万唔通错过这一系列的精彩表演。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赛主会长期以来拢真关心着小朋友目睭的健康，所以拢会定期到校园来进行免费的视力筛检服务。这届因来到中西区的协进国小协助遮的学生来做视力筛检，同时也宣导正确保护目睭的方法。伫咧视光系学生的专业引导之下，一寡小朋友查着目睭，做了一项又一项的视力测验，来确认目前一寡小朋友是毋是有近视，或者是散光，或者是讲其他目睭方面的问题。一寡拢是赛主会一群师兄师姐的爱心，因出钱出车出人手，就是希望让小朋友会当好好来保护目睭。大家共同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尽了心力，做了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来完成我们今年度国际狮子会的目标之一。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所有的一切重点在我们今天对所有同学的做一个视力筛检，来完成我们今天的活动。在这里感谢各位今天的莅临。因的善行义举，协进国小校长洪荣进也深深受到感动，对着这群有爱心的师兄师姐来表达出满满的感谢。那我也特别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协进国小的师生，来感谢狮子会给我们孩子这个资源，让他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筛检，来再做后续的治疗或者小朋友们是不是掌声谢谢我们狮子会所有的人那谢谢大家我们也预祝今天的活动可以很圆满的完成，谢谢大家。除了进行着真侪项专业的视力检查以外，现场也宣导着正确保养目睭的知识，要来教导着一寡小朋友，互因会当重视，并且来正确保养着因重要的目睭。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
明仔天气侪云有时好天，温度22度至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0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